要到他一个伤口可便是他今日是难得心相见了时，年长身尽心能是殷家母女深情更比高深此看到哟身不由己全在此，但愿得心怀梦与不就是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那些旷工名文难写的不够文章。你玩的这些你，都是那些书？那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趁早进我看看。好妹妹，进去看，我是不怕的。好的，你不要告诉人哦。哎，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妈也不想起你。意思好不好？
儿欺负人，我要到舅舅跟面将你讨。好妹妹，好妹妹，好妹妹，我不比你几时儿曾看你，好妹妹你去买找我这一招，我是有心将你气。好，明朝让我在那个子屋子里，让那头鸟把我吞切掉。那唐僧有风似可以开人呀头，那英英放起人呀黄昏后，那红娘上村的我老夫人那为民，母亲的眼珠有馒头，我以为你凡事对。原来是个阴阳那相伴。你说说，你这个你，好，我也要告诉去。去呀，你去呀！好了好了，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个了。好妹妹，我上次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哎，你做个香袋送给我，好不好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你送我个香袋，我也送你一件好东西。那这是不仅人送给我的，是皇上撕下来的呢。是我穿的是哪个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不要你的香袋，要香袋，要香袋，要。你要不香袋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日一直为替你做了，人家对我有为做有为先，还有什么金的、玉的？哎呀，你又来了！我们俩一做亲，一上山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才来的呀，岂不为了他而疏远你的你？谁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等了什么等了你？我为的是我的心意。我也是为了我的心，难道只有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也穿得这样单薄。
意思好不好？他一个伤可便是大金女子，难得心相亲了子，年长身，情心能是应家母女，深情更比高深此。有几传在此，但愿得心怀梦语不久
你不要的东西，我不要你的香的，要香的，要香的，要。你要不香的，那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，这样一来呀，可要算功责归了你。哎，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那些旷功名闻、难写的不知文章。你玩的这些你，都是那些书，那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趁早进来看看。好妹妹，请你看，我是不怕的。好的，你不要告诉人哦。哎，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妈也不想起你。